我斷斷續續都坐咗好多次監，因為吸食毒品嘅問題啦，犯一啲爆竊嘅案件。佢一個食肆生，佢都冇去嫌棄我呢啲好似係流民。佢就唔係一般嗰啲話好黑社會啊，又出入監房啊，我好粗口啊，或者點樣谷款所謂電影睇到嗰啲，我淨係睇到佢係好善良嘅男士，好溫柔嘅男士。冇㗎，我冇諗過可以娶到呢個太太嘅，我覺得係上帝賜俾我嘅太太。結婚13年，兩夫妻感情有增無減。佢哋嚟自唔同世界。Nini 係乖乖女，喺文萊出世，做過護士。邵洪達係典型古惑仔，吸毒、坐監，樣樣齊。其實文萊係唔可以飲酒啦，唔可以食煙啦。如果我去嗰啲地方成咗吸毒嘅話咧，俾人搜到我身上有毒品，我諗我都會好大件事。因為我識得有一個馬來西亞朋友，佢話你身上面有好少嘅可卡因咧，都要打靶咯。我爺啦，同我嫲啦，咁佢哋都以前喺大陸嘅，咁就去南洋啦，去咗馬來西亞去揾食啦。當年咁就我爸爸就喺馬來西亞出世嘅咁樣咯。咁跟住到日本仔打仗打到去佢哋住嗰個地方嘅時候，逃咗去文萊啦嚇。咁我爸就同我媽就喺文萊認識啦，咁我就喺文萊出世嘅。文萊其實個地方位比較細啦，大部分都係鄉村咁樣啦，好多森林啦，冇咩玩嘅，唔太多遊客嚇。咁呢個國家佢好有錢，就因為佢有石油，馬拉人又有，中國人又有，印度而家就越嚟越多啦。細細個都有讀過中文學校嘅，讀到差唔多 Form 3，因為我哥就去咗澳洲讀書，因為比較近文萊，同埋就比較平啲咯。咁當時都有諗下，如果係咁，或者去澳洲讀啦，讀咗 Year 11、Year 12之後，再讀多3年，我就讀護士啦。我曾經嚟過香港旅行1個月度啦，咁我哋又幾中意香港，咁我諗下即係如果畢咗業之後就過咗嚟香港揾嘢做嚇，因為我都唔想返文萊，因為文萊地方比較細，得一個大醫院，冇乜前途咁樣咯。咁覺得自己要出嚟見識多啲。當我哋開始拍拖期間啦，帶佢見我爸爸媽媽嘅時候咧，咁爸爸媽媽見到呢個女仔咁純品、咁有學識，梗係攞佢份認啦，係咪先？見 Nini 係比較穩重一啲嘅。我嗰陣時都同媽咪講，你應該萬幸有人娶呢個仔啊，咁樣係呢個係事實。香港嘅女仔未必肯個個都係中意呢一樣嘢咁，即係有啲人係會嫌棄噶嘛，係咪咧？又要講條件，我多謝佢接收我細路。我去到佢屋企嘅期間咧，因為文萊嗰邊好熱啊，咁佢屋企我要着住背心啊，我又有紋身啊嗰啲咁樣。佢媽媽要同佢講一句説話，呢個係人生大事，叫佢諗清楚咯。係啊。當時都有少少驚驚地嘅，咁即係同佢哋分享嘅時候，驚佢哋唔知接唔接受到啊。通常啲人揀男朋友就話或者佢屋企背景好啦，有錢啦，或者佢讀書讀得好啦，有前途啦。我都揀過呢啲人，但係唔係好夾咯，即係始終感覺上都 get 唔到嗰個撻着火嗰樣嘢咯。但係雖然我哋喺嚟自唔同世界嘅，但係我覺得聖靈嗰個同在嗰份愛係講唔到㗎，即係覺得我同佢，我覺得好
好啱咯。唔知啊，總之同佢喺埋一齊會覺得自由咯，會做返自己咯。佢哋差唔多每年都會返文萊一次。Lily 係拉女，有2個哥哥；洪達就係拉仔，有2個姐姐。佢細個就比較心散，升上中學仲開始學壞。中二有一年咧，開始認識啲唔好朋友。咁嗰日咧，個朋友同我講話，喂，佢有啲好嘢，佢遞一支大麻俾我。咁我人生裏面第一次食大麻就係嗰一次啦。中4之後開始絕學啦，20歲開始去做髮型屋，就接觸咗十字架呢樣嘢啦。每一次出糧咧都出唔到糧㗎，因為我係爭公司錢。每一次都係問公司借糧去攞毒品，返工都冇乜心機去返㗎啦。咁一路食到個人都錢又冇啦，問媽媽去攞都冇啦，就開始去做爆竊呢啲案件。咁開頭爆一次嘅期間咧，覺得冇乜嘢喎，好似 OK 喎，不停係咁揾做案。咁直至到有一次真係做到衰咗啦，俾差人拉咗，之後就開始坐監啦。我第一次監翻出嚟之後啦，咁就又去接觸到翻嗰班朋友，咁唔夠1日我就去接觸翻毒品。7年入邊啊，斷斷續續都坐咗6次監噶啦。有一個廚房大佬咧，就介紹咗我去一間餐廳去做。原來嗰度個老細咧係個牧師嚟嘅。有一日啦，福音餐廳阿牧師個仔啦，同我去講福音喎。我係食咗啲藥丸去聽佢講福音嘅。咁我迷迷糊糊底下，我又同佢講：哦，咁樣啊，咁我咪信你個耶穌咯。雖然我信咗耶穌啦，但係個生命都冇改變啦。嗰陣時咧，我已經食嗰啲白瓜子咧，食到滑晒牙噶啦。我一日裏邊可以食100粒白瓜子。有個弟兄打俾我，喂，阿達啊，我而家去咗間家庭教會啊，都冇乜嘢做啦，咪上去坐下咯。好坦白咁樣話俾嗰度個牧師知，我又吸毒啦。阿牧師就同我講，佢話我可以介紹你去一間福音戒毒。其實我都係好想去改變我個人生，唔想再俾毒品去牽連住。咁我就去入福音戒毒。喺院舍期間啦，我第4個月啦，我同阿謝牧師講，我話我想放假翻屋企啊！嗰一日好開心咁翻到屋企，同媽媽去飲茶啊，可以陪下爸爸媽媽啊，同你傾下偈啊咁樣。咁當我差唔多離開屋企嘅時候咧，咁我好得意喎！我喺爸爸嗰個枕頭底揾到啲白瓜子喎，我唔知點解佢有啲白瓜子喺度。打開攞咗一粒，當埋喺褲袋裏邊。我覺得我一陣間離開咗屋企，唔食一粒落口，應該冇人知嘅咁樣。咁翻到去，我呢排嗰個行為咁好，佢應該唔會驗我尿啦。有把聲音就同我講，佢話：你望出騎樓啊！因為媽媽嗰陣時喺騎樓嗰度晾緊衫啊。嗰把聲音同我講：你媽媽等咗你咁多年，等到你呢一刻可以去改變。你若然將呢啲藥丸擺咗落口嘅話，你所有嘢都前功盡廢，到佢死嗰一日都等唔到你咧。我覺得係耶穌同我講，咁我就決定喺褲袋裏邊攞嗰粒白瓜子出嚟，衝咗落去廁所。當我踏出屋企嘅門口之後，個心好平安，好開心，好釋放，好奇妙嗰個感覺。嗰一次之後咧，我係再冇個心印喺裏邊。我發覺係好似嗰個力量係更加比我更加大，更加有力，唔去再掂毒品。當時係10年，
洪達自此之後冇再掂過毒品，甚至主動留低幫助新入村戒毒嘅朋友。佢嘅付出同改變，漸漸吸引到一齊喺教會服侍嘅 Nini。當時我做嘢嗰度有一位同事，咁佢都有邀請我去佈道會嘅，咁我就決咗志。咁有一日就個姊妹就問我：啊係喎，近排認識咗一個宣教士，咁佢哋就嚟咗香港，佢都係 open house 嘅，即係有邊啲人嚟佢都歡迎嘅。咁平時我哋都招待啲，譬如話啲菲律賓姊妹啊，佢哋放假，咁佢哋會過嚟休息啊，食下嘢啊，好感恩啦，有呢個機會俾我去服侍。太太嗰陣時喺嗰度家人教會裏邊係幫手去照顧一啲菲律賓姐姐。開頭接觸呢位姊妹嘅時候咧，我都覺得佢呢個姊妹都幾善良喎，同我以前識嗰啲女仔都唔同嘅。正經啲咯，同埋個人比較有愛心咯。同佢講我係吸毒嘅時候咧，佢冇去抗拒我咯，佢會繼續去同我傾偈啊，開解下我啊。第一個印象係點咧？就係我覺得呢個人即係有啲怪怪地啦。問佢嘢同佢傾偈咧，佢好似慢幾拍喎，慢幾秒喎。有一日預備去再煮飯嘅時候，阿達就走咗入廚房就話：你想唔想幫手啊煮飯？我話：你識煮飯嘅咩？佢話：係啊，識啊，我做廚房嘅咁樣。我話：好啊，咁啊，你做廚房啊，咁你煮埋佢啦咁。咁我哋又欣賞又個讚美佢話：佢煮得好食。見到佢個生命真係會改變，佢係好有心，好願意去脫離佢以前嗰個生活。為佢驕傲，佢肯做呢個決定同埋堅持。當我哋開始拍拖期間啦，我哋都有同阿謝牧師講翻，謝牧師都好鼓勵我哋，因為話阿 Nini 都係比較成熟一個姊妹，佢會去幫到我好多。有時我講啲嘢比較粗俗啊，佢都會話翻我咯，佢會叫我即係講嘢即係斯文翻啲啊。我好中意玩㗎。佢又唔好中意玩嗰啲機動遊戲啊嗰啲咁，但係佢都會放低自己啊，去同我一齊去玩。喺香港行旅期間，我哋就去咗教堂行禮啦。咁夜晚其實我哋好簡單，請咗啲弟兄姊妹啊、教會弟兄姊妹啊，同埋一啲親朋戚友嚟食餐飯，好得意啊！我就翻以前嗰間福音餐廳嗰度去擺我哋嗰晚個婚宴。咁我哋喺文萊嘅期間咧，都係請一班親戚朋友啊，就咁大家開幾圍食餐飯。爸爸媽媽都好好嘅，即係都冇話去反對。隔咗咁多年，佢都係好似平常咁樣，都係一家人，又冇話刻意覺得佢有咩特別啊，或者會歧視佢啊，又冇咯，所以都感恩喺呢方面，即係接受佢。婚後 Nini 定居香港，轉行做健康生意。洪達就考到做救生員，間中亦會教潛水。正職以外，佢哋同樣看重信仰群體嘅需要。佢哋翻嚟當中一齊去服侍，鼓勵佢哋去分享信息啊，洪達大敬拜啊，非常之好啊，好感恩。咁啊，佢哋係有呢個從神嚟嗰個嘅配搭咯。俾更加多人認識呢個真正嘅神，真係活着嘅神。有首詩歌啦，喺我心裏邊好大迴響。嗰首係偶然遇上嘅驚喜，曾在絕望孤單偶然遇到你，呢個係我不配受嘅福氣啊！係啊，因為我咁磨難嘅人生都可以接觸到耶穌啊！呢份係一份好大嘅禮物咯。我唔係基督徒，咁屋企以前都有裝香拜神，但係都引領，即係唔可以話引領唔到佢，可能配合唔到佢。
點知佢信咗基督教之後，我就會覺得終於都翻咗去一個正軌嗰度咯。呢啲可能係冥冥中注定嘅安排。咁呢啲嘢係佢自己嘅得着。媽媽後生嗰時捱得辛苦，身體開始差。佢差唔多離開之前咧，佢就同我講過一句説話。佢話阿媽冇乜嘢擔心，我係最擔心嗰個係你。同媽媽講，你唔好擔心我啦。我話你個仔改變咗啦，因為我有耶穌托住我。太太喺信仰上喺屬靈上面都俾到多支持我。咁喺2014年頭嘅時候，媽媽就離開咗，翻去天家。近呢幾年咧，我好想做一個有錢佬，有錢有樓有車。但我相信耶穌唔係我想我係咁樣，因為我知道我有錢咧，我就腐敗嘅。記得有一句金句，彼得去傳福音嘅時候，金錢銀紙我乜都冇，我只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嘅名去幫你。我相信我唔需要有金子有銀紙咯，只需要有耶穌喺我生命裏邊咯。跟住阿蕭牧師啊，同埋一班弟兄啊、同工啊，同埋我太太啊，可以去服侍更加多嘅人。之前我問 AI 咩叫做有故事的人，佢話係指嗰啲具豐富人生經歷，從中提煉出意義同埋智慧，可以理解同埋影響他人，引起他人嘅共鳴。又分析得幾好喎！星火飛騰每一集嘅主角都係有故事嘅人，佢哋經歷過人生嘅甜酸苦辣之後，都領悟到當中嘅意義同埋智慧。而佢哋有個共通點，就係發現邀請耶穌成為生命嘅主係最有智慧嘅決定。從此生活嘅意義非凡，就好似洪達一樣。佢浪子回頭嘅故事可以引起好多相同背景嘅朋友佢哋嘅共鳴，正面咁樣影響佢哋去改變。你都有自己嘅故事，你唔一定要拍星火，但一樣可以見證耶穌。不如請你而家跟我同耶穌咁講啊！親愛嘅耶穌，我多謝你進入到我嘅生命裏邊，多謝你讓到你嘅聖靈喺我裏邊，賜俾我可以有聖靈嘅果子，讓我生命更加豐盛。但係你都讓到我可以得着能力去成為耶穌你嘅見證。求你幫助我喺我每一日嘅生命裏邊去活出你嘅能力，去活出你嘅愛，讓到我可以同更多人去分享你。多謝你愛我，主耶穌。睇完今集嘅故事，盼望可以為你帶嚟反思同埋啟迪。如果你想進一步認識信仰或者得到代禱守望，好歡迎你用以下嘅方式同我哋聯絡，我哋願意成為你嘅同行者。你嘅留言一直都撐住我哋㗎，好似早前有觀眾喺 YouTube 咁講，求神繼續大大使用 CBN 製作，讓到更多人知道神嘅大能。多謝呢位觀眾咁撐我哋啊！我哋一定會繼續加油，努力拍好每一個生命故事。CBN 好需要大家撐住㗎。無論喺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都好想拜託你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你嘅舉手之勞將會幫助到影片接觸到更加多嘅人。我哋仲好想請你成為我哋嘅同行者。你可以成為 CBN 分享大使，願意向人分享我哋嘅製作，或者 send WhatsApp 短信去到64696090，表示願意收取 CBN 嘅最新消息。又或者成為我哋嘅月捐者，只要掃一掃呢個 QR code 就可以直接奉獻啦。得着賢妻的，是得着好處，也是蒙了耶和華的恩惠。